2015年7月14日上午2点，今天是考察象雄文化的第一天，寻找象雄文化现存历史的考证。夏日的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洒向了眼前这片神秘的雪域高原。米乌擦丹增朗节如往常一样出发，开始了每年定期的象雄文化科考调研工作。象雄文化一直是丹增朗节研究的课题之一。从1986年进入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开始，这条路丹增朗节每年都要走上好几遍，而这一年已经是丹增朗节在这条土路上行走的第29个年头。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找那个象雄的那个根源，这就是当时最早期的一个高原的一个最古老的一个文明。这次任务主要就是我就考证一些，就是当时一些上象雄时期的那些有关的书籍上记载的一些遗迹，这就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在古代汉藏典籍中，有关象雄文化的记载寥寥。其实，早在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一个雄心勃勃的王朝就崛起在广阔无垠的青藏高原之上，这就是象雄王朝。象雄王朝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曾先后由18位国王所统治。当时，象雄王朝就凭借古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青藏高原雄霸一方的部落国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在松赞干布之前持续了2000多年的象雄王朝，却逐渐消失在浩瀚的历史和人们的视野之中。象雄这一块在书籍上的写的资料是非常少，而且呢，就是地下出来的那些实证也非常少，所以这是作为一个象雄研究人员来讲的话，这是最头疼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从地里面出现一些文字呀、象雄文字呀、有关象雄文化的一些东西来，然后就更好的证明象雄文化的当时的一些，或者是把一些历史可以往前挪。这是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来讲的话，也就是最期盼。象雄和他所建立的国家创造了什么样的历史？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呢？在米乌擦丹增朗节的童年记忆中，这样的问题始终时隐时现。我外公就是一个世袭喇嘛，米乌就是本教6大世袭里面第5个就是世袭的一个家族。我的名字是这么写的，前面有个叫擦，就是一个孙子，然后就是米乌世袭的一个孙子。反正就是我一生下来就是跟象雄文化是已经是结上缘了，因为我的那个血液里面已经是流淌着那个象雄文化传承着的那种，怎么说呢，血液也好，反正就是力量也好，就这样子。而今天，关于象雄和它的历史，很多人了解的仍非常有限。连西藏本土很多人都认为，在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西藏根本没有语言和文字，甚至文化非常愚昧落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今天都不得而知。但由于这种状况的长期延续，却导致了大量西藏真实历史和本土文化的遗失，更限制了今天对中国古象雄文明的研究。今天我们要拜访那个象雄唯一的传承者新塞王杰仁波切。
他的家住在这里，他是现在本教那个先世的唯一的传承人。老的现在不行。推车不知道。什么就不是那个。哎呀。截至目前，它是300代。然后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这个先世呢是非常珍惜的，这个非常稀少的，只有单传以前的话，所以的话，这一次是非常可信，有2个儿子。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也有个，反正就是湘雄文化的那个多么稀热的那个世袭继续延承下去。现在我们仁波切给我们展示的是那个他那个家传之宝，这是敦巴西柔祖师相兄创建的祖师爷敦巴西柔的那个香，也就是一个法器。这是非常古董的一些反正是真正的一些文物。仁波切说他以前是就埋在那个地下，然后仅以保存到今天。就是敦巴西柔祖师他亲创的，所以的话，他的已经是有万年的历史。仁波切就说，这整个相修遗传下来的本教的一个，反正就是最珍贵的一个之最至宝。新塞仁波切所说的祖师爷，就是相雄人共同的始祖敦巴幸饶弥沃。在古相雄传统文化中，敦巴幸饶弥沃拥有最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据藏族文献记载，幸饶弥沃佛是相雄的一个王子，他在原始本教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宗教雍仲本教，还发展出最早的科学五明学科，以及西藏众多流传至今的古老文化习俗，从而奠定了古相雄王朝文明的基石。今天我们要去采访的那个寺庙叫梅日寺，然后这个寺庙是1405年有一个大师叫年门希日简在他创造的，然后现在这个寺庙呢是相雄文化保留的比较完整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呢是敦巴西柔的法杖，然后也有很多那个经书，也有很多那个高僧大德的那些有些遗物啊，反正就是文物是比较多的。整个寺院里面是历史也是比较悠久，权威也是比较最大的一个寺庙，可以这么说。曼日寺坐落在海拔4700米的曼日山山顶，它不仅是西藏本土最大最早保存相雄文化的寺庙，更培养了众多学习相雄文化的传承人。对，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是那个梅日寺的那个第4世经师丹兹平措大师。大队结构，小满脚，满脚，小队去。建院以来的第4位经师旦增平措仁波切，平时除了讲经修禅以外，从未接受过任何采访。但这次因为丹增朗杰的到来而破了例，我们摄制组也有幸跟随丹增朗杰一起走进这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老寺院，去寻找西藏文明的起源，属于相雄王朝的历史实证。这上面讲的是那个相雄的文字，然后是德色崩苏和相雄而已。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旧的一个，大师说是他那个经文是他自己的从故乡带过来的，从阿坝那边带过来的。刚才大师说的是这个相雄的词义，就是字义来函的话，就是也就是许多那个
象雄的大师的那个著作。象雄的含义，然后主要就是象和雄，也就是冲和龙的意思，也就是冲的家乡、故乡，就这个意思。象雄就是。大师现在又写的是象雄。大师说他曾经在他的家乡学过，然后现在所看到的和他以前所学的那个字体有点区别，近似于就梵文的字体，梵文印度文的字体。这就是帕育，大师写的帕育，也就是故乡的意思。这就是象雄，然后这就是故乡，也是我们的故乡。象雄文字。曼日寺现今还保存了许多历史悠久的珍贵文物，其中最罕见的就是象雄始祖敦巴幸饶弥沃亲手使用过的手杖。这就是敦巴幸饶的法杖，但是说是从象雄那边传过来的。手杖就代表着尊贵和威望。在丹增仁清监赞德清明部的记载中说道：上知幸饶们尊贵，下知国王们威武。从这些记载来看，幸饶在上，国王在下。幸饶在整个象雄王朝具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象雄是古老的象雄文词汇。从西藏历史的角度来说，象雄几乎就是古代整个西部的代名词。要了解西藏文明，必先了解古象雄文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兼并统一西藏各部落，建立强盛的吐蕃王朝，西藏正史开始书写。然而近几年的考古发现纷纷证明，象雄曾经是横跨中亚及青藏高原最强大的文明古国。它创造了雪域高原之上最辉煌鼎盛的远古文明，史称古象雄文明。中国古象雄文明是西藏文明乃至人类众多文明的故乡。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远古文明，将如何揭开神秘的面纱？努力与梦想，情感与追寻，它又面临着怎样的人生选择？故乡栏目继续为您呈现神鸟的山沟。寺庙已经成为西藏文化发展的重要宝库和历史见证，承载了西藏人对深厚历史文明的点滴记忆。这也是任何人研究藏族古代文明极其珍贵的资料。作为西藏本土研究历史文化的学者，丹增朗杰一直希望能深入与象雄文化有关的寺院，以此来探明西藏文明的起源。是1986年吧，我就考上了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现在是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吧。然后在那儿待了4年，待了4年以后，我就在那学了很多，反正就是关于一些藏族的一些最基础的那些理论的一些知识。刚好毕业以后回到了自治区社科院。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如果能够接触到本教这一块，然后就是这次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的话我就想从事这个专业，也就是想从事象雄这一块文化方面的一个专业人员吧。刚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丹增朗杰回到西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到寺院里和僧众们同吃同住。白天和农民们一起维修寺庙，晚上就在房间里学经研习。我就记得很清楚，是水马年，
90年水满年的第一部本教的立算书，就是我和一个同事，就是一个和尚从那个拉永珠林寺出版的。然后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待了3年以后，就是那个单位领导很不放心吧，只有那个2年的时间嘛，然后我就超了1年了嘛，然后我在那边待得特别好，而且然后我觉得这个象雄的这些东西啊特别有意思，特别感兴趣，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单位的那些领导就很不放心，反正这个已经过了1年了嘛，然后有个所长，就现在是我们的副院长，然后何作英，然后他专门派车来接我，说你必须回去，要不然的话不行，已经超了1年了。然而，回到拉萨后，丹增朗杰又选择了一项新的研究课题，就是前往平均海拔4700米的全国贫困县聂荣县工作。在旁人眼里如此条件艰苦的环境，在丹增朗杰眼里却有不少的宝贝。我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就是这里有象雄文化，有象雄的寺庙，有象雄的传承人，我为的就是这个目的到这来的。然后就是我在这个2年时间里面，我就跑遍了整个聂荣县的一些地方，有时候就是骑着马走，有时候就是拉这个牛粪的车上面走，回来的时候全部都是灰尘，就这样跑，一个挨个的跑完了以后，就是等于就是2年时间差不多用完了以后，我就出了一本书，叫《聂荣县县志》，聂荣县寺庙志。当时对这个聂荣县来说也是一个突破，因为当时他那个县好像是据当时说是全国一个文盲县和最贫困的一个县，所以我在那待了2年，也就是非常高兴。而这一次，丹增朗杰只希望走得更远一点，哪怕只有1步，也是突破。这次我主要来考察，据说这个寺庙有一个800年前的那个壁画，它对那个研究象雄的艺术和文化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所以的话，这次我是过来研究这一块的。在波荣县的罗布德庆寺，遗存着一处神奇的古代象雄先民壁画。尽管岁月的雨雪风霜已模糊了它的面目，但仔细辨别依旧是隐约可见，在岁月中彰显着生命的颜色。据我初步的那个考察的话，和这个建造寺院的年代，然后肯定是不低于800年。然后这是那个巴寺的一些传承喇嘛的一些壁画，这些都是镀金的，然后就是现在已经是有点那个漏雨了，但是这些已经画的时候是非常用心的写的，所以的话，这对这些壁画来讲，是对象雄的研究一些壁画也好，艺术也好，都有非常价值。丹增朗杰仔细地观察、寻找，生怕漏掉了一处。在他的眼里，这里的一石一木都是生命，不能马虎。这座寺庙的那个象雄文化非常丰富，然后让我们看一下那个上面的那些房梁上的那些字儿，这些字儿就是象雄文字。截至目前，也就是最早的象雄文字。这些字的意思呢，就是象雄的那个本教的那个八字真言。藏文中的穹隆，汉史里的杨童，他们不仅建立过强大的国家象雄，还早于吐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如汉字一样规整，但又很少有人能够解读。文字
意味着文明。这些谜一般的象雄人创造了什么样的文明呢？象雄文化对藏民族的那个习俗文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比如说喂桑啊，还有房子呀，还有做贡品呀，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做一些反正就是生老病死的一些仪轨啊，这些都是跟那个当时的一个象雄文化和有关系的。直到今天，藏族人的习俗和生活方式有许多也是象雄时代流传下来的，比如转神山等都有象雄王国彝俗的影子。而要证明象雄文化对今天西藏人生活的影响，了解象雄王朝的历史和文明，更直接的证据是一本象雄奇书，它叫《本教大藏经》。《本教大藏经》属于古象雄佛法雍仲本教的佛经，它不仅是一部涵盖了哲学、天文、地理、医学、艺术、建筑等领域描绘古象雄文明的活字典，而且是藏族一切历史、宗教和文化的滥觞与源头，也是任何藏文化研究者都无法绕过的一块重要领域。2013年7月20日，古象雄佛法大藏经汉译工程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重点科研课题。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在那个考古界，能够在那个地下找到更多更有力的那些东西，然后证明藏部或者是象雄文化的那个悠久性和历史性。这样的话就有力证明这藏民族的文化的这个生命力。岁月流转的故乡，唯一不变是他深深的怀念。历经1000年的文明，还会留下哪些古老的印记？故乡栏目继续为您呈现神鸟的山沟。这首歌的意思呢就是这样子，一个昌都的小伙子，他就说我要离开，我要去阿里，我要见我心中的神山冈底斯山。虽然我没有日行的千里马，但是我那双藏靴就是我的千里马。他就说我就看到了我心中的神山，我要摘掉我自己那个头上的帽子，然后向我心中的神山磕3个长头。冈底斯山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海拔6656米，藏语意为雪山之宝。藏民族对他的敬仰之情是从来都没改变过的，不管是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那可以这么说，一方水养育了一方人，然后就是冈底斯周围的这些文化，也就是养育了当时的最古老的藏民族的文化。冈仁波齐山的就是可以说是象雄的一个中心，它当时是围绕着这片有一个最古老的一个藏民族的文化，就是产生在这里。无数史料记载，象雄王朝的始祖幸饶弥沃佛就诞生在冈底斯山。从历史以及地理上证明，冈底斯山也是象雄的中原地带。据西藏王统计、朵堆等典籍记载，象雄祖师幸饶弥沃佛曾亲自莅临冈底斯山，
向象雄国王传授大圆满诀窍，无数象雄修行者曾经在此修行，并成为大成就者。因此，象雄的历代国王以及上师们一直称冈底斯山为神魂山。在冈底斯山脉上，藏民们正在进行着古老的转山仪式。此时此刻，人们把对大山的敬畏，把对下一年生活的期盼，都融入在自己虔诚的信仰中。3天的话，他们转一次，然后这刚才那个老人的话，就是可能需要7天，他是74了。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象雄文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变迁，而祖祖辈辈在这里的人们，同样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活变迁。他们不仅留下弥足珍贵的足迹，也留下了人与自然共存的宝贵法则。在西藏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的阿里地区，藏民世代主要以游牧生产方式为生的，但在公元6至7世纪，象雄已是以牧为主，兼有农业了。松赞干布之妹嫁给象雄王李弥夏之后，用美妙的歌声唱道：“我们的一份饮食是鱼和麦子，吃也吃不完。”这说明，象雄时期除畜牧业之外，还兼而农业，且五谷丰登，6畜兴旺。位于古丝绸之南路、天竺之路等交通要塞的象雄，承载着对外文化交流纽带的重要作用，被称为古丝绸之路驿站和古代文明交往的十字驿站。象雄文化是青藏高原文化的重要源头，更是藏族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的阿里，空荡荡的大山、无人区、大戈壁，但眼前的景色和生存环境如何变化，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故乡的感情都丝毫不会减弱。反正我对这个家乡是非常有感情的，特别是整个那个橡树也好，藏文化也好，反正就是非常感兴趣，有深厚的那个感情。所以的话，我们作为我们这一代学者在肩上的任务是非常重的。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还得要从那个上辈子那个接收很多东西，还有需要还有传下去，培养一些新的一些科研力量，这是我们肩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担子。对故乡的感情和回忆，旦增朗杰都深深地印在心里。此时此刻，行走在今天阿里高原上的人们，因举目皆荒凉，很难想象这里曾繁华过、热闹过、辉煌过。但古老象雄文化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相依相存，传承了依赖，更增添了责任。这都不能不说是象雄王朝沧桑变迁的佐证。